来关心哥斯达黎加的普阿斯火山喷发，火山口即马有火山灰，伫远就看甲明明。也人官方即马已经禁止伫附近的观光活动，附近的地区嘛拢有导警示的灯号。也人伫意大利的埃德纳火山即马嘛伫震动，嘛伫活动，岩浆伫暗时嘛是看现，看甲明明。镜头又较晚来看卖，远的山头。 高烟一直喷出来，哥斯达黎加的普阿斯火山，伫哩下晡熊熊喷发，喷出来高烟有3000到4000公尺之悬。专家讲，即摆火山喷一个高烟大约有6分钟。El día de hoy, 21 de abril, el volcán Poás produjo una erupción explosiva muy súbita a las 2:14 de la tarde. La erupción produjo una columna eruptiva que llegó hasta 3 o 4 kilómetros sobre el nivel del cráter. 专家展示火山喷出样本，其中有石头甲火山灰。Que estas erupciones levantan material sobre varios cientos metros. Bombas balísticos, estamos hablando de rocas de 50 centímetros de diámetro, caen en el borde del cráter. 普阿斯火山有2700公尺悬，是哥斯达黎加上主要观光资源之一。官方讲，这座火山对于3月外开始就出现真接的活动，不过一直到这礼拜才有爆炸性喷发。当局已经限制火山附近的观光活动，并且伫附近的省有导警示灯号，要求民众减少出外，以免输入有害火山灰甲这个气体。另外，伫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也正伫经常性喷发。 这座火山伫西西里岛3300多公尺，是在欧洲上悬的火山。伫几啊千年之前就已经有喷发记录。伫去年喷发时，甚至造成机场停飞。公视新闻由派顺编译。